高雄的高苑科技大学因为有台港集团半年来投资8到9亿的经费，也正做教育部专案辅导学校，搁再恢复招生的头一日。即摆学校已经用教育部申请，后个月要改名做台港科技大学，未来也会转型做企业型的大学。教室内底，学生伫台顶报告作业。高苑科技大学目前大约有1200位的学生，学校运作正常。自就台港集团去年6月陆续投入8亿的资金，帮助校务恢复正常。调整了后，今年开始学校干拿7个科系，连学生家己嘛有感觉，有企业投入资金，对学生来讲真有帮助。我即摆是电机的，所以有这台港有内底有这个电机的公司。后嘛有像其他科系嘛有就侪相关的会当对接，所以以后就业部分会有就侪管道。随着小件化冲击，这几档真侪私立学校退场，高苑科大好佳在有台湾钢铁集团提供资金，高苑科大嘛加做教育部专人辅导学校，搁再恢复招生的头例。目前教育部已经通过学校改名案，高苑科大伫2月初1会正式改做台港科技大学。未来台湾钢铁集团阮和这间学校吼，7个科系拢甲集团的企业拢有对接，就是讲，这个系学生啊有啥物企业有甲因合作，我拢对接啦。后续如获通过，该校将自112学年度第2学期，也就是113年2月1日起，更名为台港科技大学。高苑科大校地真宽，总共11公顷，学校嘛按算免将大楼随互台港的球队。学校表示，未来转型做企业型的大学，替企业培育人才，保障学生毕业就会当就业。记者张一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